啟恩苑位於啟德體育園旁，交通配套方便，佔有地理優勢。由於單位嘅廚廁採用預製組件，間隔唔能夠改動，所以裝修時更要喺屋內細節下功夫，令屋內更闊落，居住得舒服。睇下我哋嘅裝修建議，就可令屋企內觀襟用同埋唔過時。地板安裝木地板或瓷磚木地板，揀杏桃色、淺灰色及淺啡色，建議啞色就更襟睇。啟恩苑係第一批廁所預製組件，建議廁所一定要做好防滲防潮裝修，避免滲漏影響樓下住戶及金錢損失。收納空間做好收納設計真係好重要，唔會因為屋企細而令人覺得多雜物而混亂，屋企容易變得乾淨光鮮。廚房櫥櫃就要利用防火膠板面，方便清洗又耐用。安裝電磁爐，價錢唔貴又容易安裝，購置大型雪櫃，仲可裝好多食材。想打造一個溫馨的家俾家人，你嘅裝修預算準備好嗎？計下裝修同家私費用外，仲有冇其他額外開支未計？鼎豐信貸為你準備入伙裝修貸款方案，免抵押而且預批裝修貸款高達港幣10萬元，還款期由6個月至120個月。個人或聯名物業一人都可借，免除律師費、估價費同其他雜費，自雇同現金良都可申請。鼎豐信貸，中谷借錢梗要還咪俾錢中介。